山熔岩巧克力，你们一直让我做，但是我都没吃过啊。重金购入一块啊，搞一下，尝尝啥味儿，看我能不能复刻出来。哦，一个冰山，一个熔岩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烫的，一个凉的，还有个专用小勺，这个不错呀，因为我老做甜点。尝一下是不是那个味儿啊？做不了，不是这么好吃怎么做？我要做出来，我不是甜点之神吗？来尝一口巧克力。你做？不是我做的，买的，好吃吗？那他做的肯定好吃。我就等着看你做的是啥样的呀，我拭目以待。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啊，选了个懒人版，嘎嘎简单。特意买了2袋巧克力，买黑的赠了1袋白的。我看他们怎么没拿白巧克力做呀？全是拿黑巧克力做的。尝尝这个白的做出来是什么味儿？准备180个巧克力。巧克力呢，最好还是给它切碎一下吧。尝一口这个小巧克力啊，就是普通巧克力嘛。这小的不好切呀，哎，这也太难切了啊。就这样吧啊。感觉跟没切差不多呀。250毫升淡奶油加上25克蜂蜜，哎，这蜂蜜也太慢了啊！我可以画画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这晚上我估计还沾着5克呢。煮到它这个冒小泡泡就是好了啊。趁热倒入我们这个巧克力里头，给它搅拌融化啊，给它搅拌融化。哎呀，越搅越黑啊，越搅越黑，这个巧克力的香味直接就上来了。我越搅越黑啊，直接变巧克力酱了。现在也是丝滑了哦，这不已经成功这个1半了吗？最后一步给它放到炉具里，不是什么炉具，最后一步给它放到模具里冷藏。问题就是我家没有方方正正的模具啊，做不出那个效果。这不是完美人选吗？大酱盒子方方正正的啊，正好。油脂给它铺进去，咱就是直接倒酱了。绰绰有余啊，整不满好像是，给它震荡震荡。小盖给它一盖哦，放到这个冷藏室里头去。然后咱们再做个白巧克力的，白巧克力就不切了，等会儿直接融化吧。困了，太晚了。锅也不用刷，都是干净的，就是刚才煮过奶油，也是老步骤，淡奶油加这个蜂蜜花花，倒里头融化一下哦，奶香四溢了，属于是奶香四溢，赶紧给它搅和搅和啊。这个白巧克力它俩一混合，我也不知道它融没融化呀，没黑色那么明显啊。难道这个就是他们不拿白巧克力做的原因？很怪哦，很怪。也有啊，黄色的，一个柚子色啊，没有黑巧克力那么香，然后感觉更稀啊，稀汤的，不知道为啥，这个难道成不了吗？稀汤寡水的，家里就那一个小方盒啊，直接上盘子吧。这不太好铺啊，这不好铺。OK， 我记得有款白巧克力好像叫东京恋人，我这个白巧克力就叫东北情人吧，东北情人。给这俩玩意儿冷藏一宿。The next day， 哇，硬的感觉成了啊，成了。东北情人和这个熔岩巧克力哦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这个东北情人怎么软乎的呢？稀囊的感觉，很怪哦。什么东北怪人这是？来试一下这个熔岩巧克力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哦？哎，我感觉很完美啊，这一波。你看这质感，虽然它这个不是很规整啊，给它换了个小纸啊，更加精致了一点。OK， 话不多说，赶紧尝一下是不是那个巧克力熔岩那个味儿啊？有点硬啊，这个冻得太实诚了。这不就巧克力吗？我是不是就是拿巧克力给它融化成酱，然后又给它冻起来了？你不脱裤子放屁吗？这不是？尝一口，尝一口。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凉凉的软软的巧克力，再尝一口啊！我愿意称之为软乎的巧克力，它没有我吃那个熔岩巧克力那么丝滑哦，它是有点韧性的，跟那个牛皮糖似的，有点好吃是好吃啊，但是没有那个买的那个口感。尝一下这个东北情人，它是咋的呢？它没冻硬啊，还是这个液体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白巧克力就这样吗？哎呀，这跟那个炼乳似的呢，吃一口吃一口，哎呀妈，齁甜啊，齁甜！哎呦，这不就白巧克力酱吗？让室友来尝尝这个黑的吧。这么黑了呢？那一盆，这一盆呢？这个是拿白巧克力做的，做炸了呗？也不叫做炸吧，就没人这么做过。尝一下是不是那个味儿？不是那个，好不好吃吧？它就是个巧克力，是个不好吃的巧克力。他妈又不好吃了，就这样吧，这个没事，但是符合你的视频调性。确实啊，确实没那个味儿。毕竟咱这个是懒人版哦。这个黑的还可以一吃，放在室温软一会儿再吃，我感觉挺好吃的，还稍微有点苦涩吧哦。你要想试的话，可以尝试这个东北怪人哦，这个就不建议了，它都没冻上，我等会儿给它丢冷藏室里头给冻一下子。这个可以放冰箱里慢慢吃，偶尔这个㧟一勺。还可以啊。OK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跟那个芝士似的啊。